这个是真的来叫啊！阿拉总有2万人，所有人都在叫，要命了！就刚刚5分钟前头，也叫没几个了，现在突然之间，所有人都叫了，要死！再这样弄下去，我跟侬讲，真的要出事体了，麻烦了。根治啥么呢？因为所有的人，伊都不晓得这个状态到底维持到啥个辰光。侬总要拨个标准，或者是讲有一个具体的说法。没，侬讲看，闷了7天，蹲辣屋里向啊，不能出门啊，不是说不能出小区啊，这不行的，马上弄下就要出事情。家园的居民朋友们，在疫情封控期间，请严格遵守市政府相关防疫规定，控制灵魂对自由的渴望，不要开窗歌唱，此行为有意侵吞。这个是真的来叫啊！阿拉总有2万人，所有人都在叫，要命了！就刚刚5分钟前头，也叫没几个了，现在突然之间，所有人都叫了，要死！麻烦了。根治啥么呢？因为所有的人，伊都不晓得这个状态到底维持到啥个辰光。侬总要拨个标准，或者是讲有一个具体的说法。没，侬讲看，闷了7天，蹲辣屋里向啊，不能出门啊，不是说不能出小区啊，这不行。